南山公墓在文資保留甲遷種開發的爭議中，普遍抱着支持適度開發、反對無意義的專區保留。不過，因為文史工作者態度堅決，持續推動公投連署，好儕議員被攻擊、被糾纏。對此，議員周麗珍在眾議院對關心殯葬專區的未來，嘛針對外界講開發是炒地皮的質疑，強烈要求市府澄清。對此，台南市副局長蔣靈煌表示，絕對無可能去就抓嘛無要緊。外界有很多人都認為說，咱家要讓民間起厝，要讓炒地皮，所以我今天的意思就是說，要請我們台南市政府講清楚、說明白，到底這些是能。我嘛有聽到外口雜音啦，講吼，這就是按建商講好啊啦，吼，啊這吼就要互建商咧起厝啦，吼，啊要做殯儀館啊，類似，我講這攏無影的事實啦，事實啦。資訊公開透明，大家都不會講任何的一些是非，所以把它講開就好。因就講吼，想要去開開機用講去製作，講來還沒製作嘛，無要緊，都無大體無迄個私心嘛，他有可能講他們迄個建商去講好啊，講要去換厝，他有可能，無可能。就跟議員報告啊，當初鐵路南鐵東移的時候，東移10公尺的時候，也是一大堆謠言，說那個時候賴清德前市長說他在那邊炒地皮，要那邊蓋房子，要不然就那個，就後來就是那公園道清清楚楚。所以我覺得剛剛江副市長、江代局長跟您報告的部分，是可以作為台南市政府的立場。議員周麗珍強調，應該開發的歷史墓地需要保存的，也是要有一個起頭。相信一切資訊公開透明，至面對人區嘛興起反對公投連署的聲音。對此，市府回應，林內會以公職事業的心來承擔責任。市長嘛認為，民意是最終的正義。台南新聞，軍籍林盈光採訪報道。